电梯里向还再金子，一口一片的2个藕。哎呦，哦，眼睛死到一口一头。来了一家娘是寻第二春，来了一半正讲的，你是一个我姓10个。我也跑的嘞，还三，你也有跑的？一个，我今朝在那里吃的革命工作嘛，一医生做跑的，现在吃得好，有焖肉面，有挂骨面，有菜肉面，在第一个头上，再让我仔细看看那2点皮嘛啊，哦哟，真的灵感。那预计挨个一点，但呢来个辰光比较晚，现在让你面足饭饱，美美的回去，开启第2春。哎呦，那个就讲我也回不来个，那个我今天请到吃个豆子好，早吃好，哟，乖乖。当然了，真好吃。洋洋讲苏州话呢，杨金把苏州话讲，还吃，真的还吃，真的还吃，敬业了啊，敬业，革命工作知道的知道。还有对吧？天下第一美味，60块，60块。啊，别看了，那个是我的花肉馄饨，帮我吃一张哈。可不这个呀，你自己看台长。那搭个头上啊，还吃得不得了，你看清清爽爽的，上来看，肯定比你昆山个 F 在米还吃。主要是啥三菜是江菜不放的，今下感觉江沙特别好吃。那我面吃得透干？吃得透。你能吃得完吗？这个面？我来在里面怕，你再放开的会烧呀。这是啪啪啪啪认识个第2春啊，没还真的好吃，好吃的要命。哎呦，2块1块。那个面真的是吊打昆山熬糟面，熬糟面要来爆炒，不怕的，就我嘛，这次就是拉过来比一比嘛，还是。哎呦，那是自己跟我。